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让我们一起起立来赞美神。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不让云彩挡着开，眼见是火光照。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在干旱之处使水流成河。我们要欢呼，诉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诉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现在请各位弟兄姐妹跟你旁边的伙伴说平安。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命令狂风止息，把波浪就平静。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张开双手，我们就得饱足。我们要欢呼，诉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诉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他必带领全民欢呼向前，他将列国的地赐给我们。他必带领全民欢呼向前，他将列国的地赐给我们。我们要欢呼，诉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诉说
是不叫我失去盼望。让我们欢呼歌颂，让全地都听见你拯救我，是我力量盾牌。应允呼求，是我心里有能力赞美你，让全地都听见。让我们欢呼歌颂，让全地都听见你行奇事，作为使我赞叹，满有恩典，满有怜悯，总是不叫我失去盼望。让我们欢呼歌颂，让全地都听见你拯救我，是我力量盾牌。应允呼求，是我心里有能力赞美你，让全地都听见。应允呼求，是我心里有能力赞美你，让全地都听见。我渴慕真理真理，你话语将我心连紧，曾看到你家荒凉光景，心中充满怀疑，却听见你声音。十架上为我舍命，为了爱破碎你自己，医治你教会皱纹残疾，全人圣洁归你，测不透的奥秘。基督里合一，我们向前进，在你荣耀中兴起，同为后嗣是一个身体，众儿子显明。十架上为我舍命，为了爱破碎你自己，医治你教会皱纹残疾，全然圣洁归你，测不透的奥秘。基督里合一，我们向前进，在你荣耀中兴起，同为后嗣是一个身体，众
中同行。基督里合一，我们向前进，在你荣耀中兴起，同为好似是一个身体，周而自显明。在天或在地，都从你的名，各方各族归于你，世世代代都同心站立，在爱中同行，世世代代都同心站立，在爱中同行。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感谢你使我们在基督里成为兄弟姐妹，在属灵的团契生活中彼此相爱扶持。求主成为我们团契的光和指引，在我们日常的聚会、祷告、敬拜中，可以一起经历你的同在，享受从你而来的平安和快乐，同时也可以让更多人领受你的恩典归向于你。我们即将开始今天的聚会，求主与我们同在。孩子这样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依然站立，一起来攻读使徒信经。行，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任内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的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坐。好，现在进行报告。如果手边有周报的会友，也可以一起拿出来看。我们先这边报告公祷事项。第一点，求上帝赐给我们大有力量，去建造属灵的生命跟生活。那第二点，教会上面有列印那个需要代祷的肢体。若有人跟我们一起，我们在教会就是肢体。若我们受苦，我们只是一同受苦。所以我们求上帝借着祷告安慰这些人。第三点，教会从肢体从上到下都需要借由祷告来浇灌，特别是小孩子需要更多的耐心跟教导。求上帝赐给智慧给我们教会的老师跟家长。第四点，为着现在世上发生的战火、纷争的地区、国家，我们一起来代祷，求主怜悯。接着下面我们做报告事项。本主日为圣灵降临节，会举行圣礼典。今日与主同坐席，借着圣餐一起在基督里面一起默想上帝对我们的恩典，然后也恭喜念之姐跟全琪姐，今天已经在上午堂台语堂在众会友面前宣誓，已经成为本级的会员，一起成为我们的陪餐会员。第二点，长执会决议今日的圣餐奉献作为缅甸地震的赈灾之用。第三点是请各团契的会长在6月22提交我们的事工报告，第三季的7到9月，在6月22，然后提供给英英姐，让她可以安排。再来团契消息，6月14礼拜六下午3点会有妇女会团契的聚会，可以欢迎妇女们一起来参与聚会。好，报告到这边，那我们进行奉献。请服侍同工。
好，我们一起低头做奉献祷告。主啊，我们要做异梦，也要见异象。从古时，你对以色列的百姓就行了大事，恳求主也在我们中间行大事，让我们从小到大的主日学、青少年团契、社青团契、情社团契、妇女团契、松年团契，不单单只是风闻有你，而是真实经历上帝的灵与我们的同在，教导装备我们，在盼望中合一同行。今天是圣灵降临节，也要与主同坐席，一同享受被更新的美好。谢谢上帝。我们现在也要用我们的微薄的金钱作为圣工之用，求上帝继续看顾我们。我们最后，我们也要用主教导我们的主祷文一起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债，如同我们免了人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圣经今天有记载在2处，《使徒行传》2章1到4节跟42节到47节。这里我来念：五旬节那日到了，他们全都聚集在一起。忽然有声响从天上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整座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向他们显现，分开落在他们每个人身上。他们都被圣灵充满，就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他们都专注于使徒的教导和彼此的团契、擘饼和祈祷。众人都心存敬畏。使徒们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聚集在一处，凡物公用。又卖了田产和家业，照每一人所需的分给他们。他们天天同心合一，恒切地在殿里敬拜，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坦诚的心用饭，赞美上帝，得全体百姓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圣经念到这里，今天讲到的主题是属灵的团契生活，将时间交给一节牧师。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喂，好像没有很大声哈。喂，好。今天是圣灵降临节，也是普世教会的生日，所以今天是我们每次团契有人生日，我们都会很开心。今天是教会的生日啊，我们也跟左右邻居生日快乐。今天是教会生日啊，真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愿你的圣灵不止在2000多年前降落在那些门徒弟兄姐妹身上，现在依然临到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当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心打开，你的爱、你的怜悯就会与我们同在。你也透过今天的话语，亲自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帮助我们重新调整我们自己，帮助我们重新调整我们生命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主，我们感谢你，愿你手继续扶持我们。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阿们。有教会，就是从那一天开始，圣灵降临的那天开始。我们都知道，教会是一个信仰团体，是奉耶稣的名聚集祷告，认耶稣为他们生命的主的一群人。比如说我们。意思是说，耶稣应该是教会的头，也对愿意参加我们这信仰群体里面，耶稣应该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要追求任何事情，在顺序上面要排第一位。另一半不是排第一位哦。凯华有来吗？哦，凯华没来哈。有了，他刚刚在下面请我喝咖啡了。凯华那个时候要跟小赖结婚的时候，他跟小赖讲了几句话。小赖，你知道你在家里，在我心目中排名第几吗？
当现在有小赖出来，不是小赖，盛宴出来那个，他说你是排名第3，小赖说我排名第3，对，他跟小赖说，第一是教会，第一是教会啊，那第二个他不知道讲什么，那他排名第3，小赖排名第3。那时候听了，其实牧师听了还蛮感动的，蛮感动的啊。但是我们看到现今教会受到社会价值观的影响，对真理的了解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模糊。这枚牧师在上个礼拜有传讲一个例子，有一个在做那个长照事业上面好像还不错的一个弟兄他的头号叫执行长，他那时候有给我名片。他试图将生意透过某种的包装带入教会，而他说这个是传福音跟给弟兄姐妹赚钱的好机会。其实如今像那个弟兄这样的方式，类似这样错的价值观，其实很多，搞不好在我们身上都有。教会是我的，可能这边有从小在那边教会长大的有的长辈说这教会我的，这我起的，教会是谁的？耶稣的我一定要当到长老。那我们看长老教会有很多的机构，大家抢董事，董事抢完抢什么？抢董事长啊！其实牧师刚来的时候，也有一个姐妹跟我说，牧师，后面这个十字架喜欢已经过世的先生奉献的。我说是这样子我放在心里面，这些似是而非的，其实只是信仰里面的冰山的一角。但是因为这样的一个错误的一个观念，深深一点一滴影响了教会，以至于我们看到很多的教会，现在越多教会机构分党结派，他们离开主的真理的教导，离开圣灵所赐合一为灵，所以让我们非常的担忧。这种属灵美好团契的生活，其实已经渐渐失落了。所以我们这时候应该回到2000年的那个时代，我们去看当初教会他们是怎么样成立的。路加福音24章45节到49节的记载这么说牧师来读大家不用翻圣经。复活的耶稣开始来到门徒的当中，他让门徒开启心眼，可以明白圣经的意思。他跟门徒讲说，圣经记载的基督要受苦，3日后会复活，而且门徒你们要成为这样事情的见证人。而且耶稣吩咐门徒，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什么？从天上降临那个大有的力量，就是圣灵。复活的耶稣在门徒当中显现了有40天，教导他们上帝国的事情，坚固他们失落的心。一句很有名的，愿你们平安。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有时候也是去探望失去家人的我们常常很难用很多的言语，但是我们用耶稣这句话，愿你平安，愿你平安。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1到4节。今天1到4节记载的圣灵如何降临，基督的教会又如何诞生，信仰团体怎么样，从这一点开始。好，牧师来读一次50节那日到了，他们全都聚集在一起。忽然有声响从天上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这个风其实是很大，我们不要以为风是很小了，它有时比台风还大。我们教会这一栋其实是有点长条形有好几次那个大风吹过我们坐在6楼会晃动，你知道吗？真的是会晃动。那个是很大的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做的整个屋子。又有舌头都像火焰一样向他们显现，分开落在每一个人的身上，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其他人的话。我们都知道教会是上帝的怜悯，上帝怜悯人建立的教会，所以上帝建立的教会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教会我们要有一个观念，教会绝对不是自动建筑物，教会也不是体制，更不是制度，也不是教会有怎么样的传统。但教会和一般的团体不同的是，教会不是只是人为的教会，教会也不单单只是靠人的力量在进行许多的活动，
教会是圣灵的器皿，在圣灵降临之后，教会靠着圣灵的力量在做见证。我们看看第一节讲到五旬节啊，五旬节的旧约里面叫做七七节，也叫收割节。犹太人他们收割之后，大麦收割日的安息日隔天就是第50天，他们会将收割献给上帝。我们如果从复活节一直到现在，到今天也是50天，也是圣灵降临的这天。门徒遵循耶稣的教导，他们就是聚集在那边等候。等候容不容易？其实等候是非常难的一件功课。等一下牧师会有讲到一些例子。我们在等候，我们现在可能在你生命当中有碰到很多的难关，你要等候这个难关度过，其实是非常的困难。门徒也这样在那边等候，他们心中可能很多的怀疑。我们等候到底是要干什么？就是很突然的，这边想忽然，就是很突然的，圣灵就降临在他们的当中，圣灵就降在他们当中。而且这边说了，圣灵怎么如风啊？圣灵很像风，又好像气一样。我想，牧师问一下哈，这边有被圣灵感动的人举手一下。应该大部分其实都会哈，除了还不是基督徒那个哈，其实你有些感动，有时候你会起鸡皮疙瘩，会有一个很深的要你去做某一件事情，其实都会有哦。圣灵就好像风，好像气一样，会临到你的身上。这是一个超自然现象的一个发生，在那个时候，他们一定吓一跳。而且这圣灵降临在谁？在座的很多人哦，有使徒，有妇女。我们从旧约知道哦，以前圣灵只是降给某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他去做什么事情。可是等到新约这边就不一样了哦，圣灵是降给很多的人，很多的人拒绝圣灵充满。这个也是要告诉我们，有时我们要回到圣经，常常我们讲哪一个大牧师，哪一个什么，他号称他先知，现在他大有能力圣灵怎么样？我们就知道，圣灵充满是上帝的作为，绝对不是人的作为。上帝是掌权宇宙万物的上帝，上帝的力量彰显在耶稣从他的受洗、复活跟升天。上帝的力量也彰显在五旬节的那一天。上帝将圣灵的力量给我们，当我们愿意在众人面前我们受洗，圣灵就与我们同在。所以很多外教派的很多不是长老教会说长老教会都没有圣灵，其实是有的啦，弟兄姐妹，其实是有的。而且我们的圣灵搞不好也很有力量哦，不是完全他们讲的哦。当圣灵进入一个人的心里面的力量进入里面，他就被圣灵充满。首先会有很大的改变，什么改变？像彼得一样，彼得本来他是一个渔夫，他没有什么知识，他很胆小，但是他变成有办法站在众人面前来宣讲。其实我们也是一样，圣灵充满其实没有什么好骄傲什么。反而是你圣灵充满之后，你的行动，你要带出来的行动比较重要。我们可以这么说，在耶稣受定十字架之后，如果没有圣灵充满在信徒的身上，给我们许多的恩赐，音乐的恩赐、讲道的恩赐、医病、陪伴等等的恩赐，我们没办法活出基督的样式，也没办法去为基督来做见证。所以从这一点我们知道，成为基督徒其实要有一个谦卑的心。当我们在讲我们建成教会，其实这几年大家都有在改变，我们成为一个有爱的一个教会。我们也接纳很多不同的人进入教会。牧师刚刚在台语礼拜的时候特别介绍要入籍的练知跟全旗，因为其实有很多弟兄姐妹都不认识。全旗他们已经来10年了。牧师跟你讲，因为我们这几年也进来了很多不一样的，比如像佳佳也是这几年进来。其实他也，你知道练知吗？练知你在主日学对，你在主日学可是你爸爸不认识爸爸不认识所以爸爸有一天跟我讲说，牧师，
我们在祷告会，他们爸爸现在来参加祷告会，祷告会讲说谁谁谁，他会问牧师这个是谁，这是谁要把它凑在一起。或者是我们都知道，我们这几年有推了很多的宣教事工。我们今天的圣餐的奉献，我们要为了缅甸来奉献。我们这几年其实不管上下半年，我们在6月底的时候，我们也会为了一个教会来募款。我们做了很多对外的事工，我们也做了很多社区1到145，有将近100多个长辈在我们这边出入。甚至我们可以说，我们推动了唯一的篮球福音事工而且是很长期在做。推这些事工容不容易？其实不容易啊。推这些事工的弟兄姐妹，其实他们要很多的忍耐、委身在当中。像我们这次的社区事工我们要报名下学期的长辈吵架，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名额有限名额有限，你知道吗？然后我们又开放一个时间。然后他报不到名，他很生气耶。敬会长老很伤脑筋，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去安抚他，去跟他们讲。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有这些成果，绝对不是牧师、不是长老，或是某一些人的功劳。我们有很多的同工愿意出来，我们都知道这一完全是上帝的灵跟我们同在的成果，让我们有能力去改变教会，改变我们自己的家庭。让我们能够参与上帝的计划当中，透过社区的事工，我们去安慰很多的长辈，而我们也在教会，我们开始有过属灵团契的生活。我们接下来看42节到46节，42节到46节可以说是教会的基础，也可以说教会的它一个图腾，是初期教会他们建立信徒生活的一个方式。他们全心领受使徒的教导，彼此的团契，擘饼其实就是彼此分享爱宴和祈祷。但是牧师说，这个只是一个起点，因为教会会慢慢好像有机体一样，会慢慢会成长。所以我们刚刚看到刚牧师练的这4段。他们接受使徒的教导，他们彼此之间的团契，他们享受爱宴跟祈祷。这个4个可以是信仰团契里面的特色，你没有办法在现在外面看的宗教社团里面看到这样的一个特色。牧师特别要针对里面的团契，彼此的团契这2个字来做说明。团契它是从希腊文过来的，它是有彼此相交的意思，彼此相交。好像现在做礼拜当中，利安跟莉莉手牵手嘛，对，他们彼此相交，台干嘛后面一直笑？感情很好啊。那个台语叫做沙高杯啦，沙高杯不是只有手交高杯哦，心也要交心哦，心也要交流，这个是团契是这样子哦。牧师有听说某一间教会也是长老教会。他为了要推小组，他就说团契不好。其实小组跟团契是不冲突的两件事情。有学者说，五旬节那一天真正的神迹不是说方言，那天真正的神迹是团契的建立。牧师蛮阿们的，这团契的建立，因为在那个当时的背景，将天下很多国家来到耶路撒冷敬拜的那些人。他们很多不同的背景，他们可以竟然因为他们有办法，因为圣灵降临，让他们合一，成为一个信仰的团体。我们都知道，台湾一直存在的族群的问题，现在有没有？有，年轻人可能还好。每到选举的时候，就会不管蓝绿的，不一样的政治立场，然后教会的牧师都不想怎么样，我们就站在中间。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族群一个团体要能够合一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大部分的团体的特色都是什么？都有排他性啊，比如同乡会、胡伦社，或者什么高尔夫俱乐部，或者是那个跑车俱乐部，类似这种，其实他们都有排他性，他们很容易什么形成一个小团体、小圈圈。
但是我们知道，教会的团契可以说是上帝的团契。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一次聚集在里面，最重要不是活动节目破冰的精彩。简大哥每次社青团体准备的餐好不好？简大哥准备好一点，我就来参加；简大哥准备不好，我就不来参加。今天有带了那个神机妙算的咸猪鸡，这个礼拜我就会来。不是这个的，里面很重要是什么呀？人与人之间的那个连结啊，人与人之间的连结，而且还有最重要的是，不止人与人之间的连结，最重要的是当中要有耶稣啊。如果社青团契里面来了那么多人这个礼拜来了21个人，上个礼拜来了21个人，如果里面没有耶稣，那我们就成为什么？其实是一个社团契或者是俱乐部。圣歌队如果聚集在一起练诗的时候，没有耶稣在里面，就成为什么？合唱团嘛，就成为一个合唱团嘛。所以我们每次我们在教会办活动，我们有一些团契的退休会，灵修会，很快了，我们7月份有儿童主日学的夏令营。这个夏令营当中，我们除了玩，享受上帝给我们创造的美，然后透过玩，我们彼此相连结，分享，一定要有上帝在里面，这样才可以成为团契。43节到46节，就是描写那些愿意信耶稣基督的人，也就是我们。当初他们领受了使徒的教导，团契的生活，爱宴分享这4重的祝福之后，他们用行动展现出来的团契生活。这是一个全新的团体的模式。这个在那个当时造成很大的轰动，因为没有一个团体是一个这样子的，因为有主耶稣在他们当中，他们成了什么？弟兄姐妹。其实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你来教会都有感受到说，你可能偶尔来一次，不管，那你可能也来很久，那你也还没受洗，其实没关系。我想你都有感受到，因为耶稣的关系，我们好像弟兄姐妹啊，大家都会彼此关心问候。因为在主里面，我们成为属灵的一家人，我们成为一个有爱心、没有私心分享的一个团体。我们这个团体，你们看到他们那时候的团体，不止在物质上面彼此分享，我们看到他们聚集在凡物公用，有人卖了田产跟家业，照每一个人的需要分给他们。他们更主要的是在灵里面的分享，因为在那个动乱的时候，我们的心灵其实比外面的物质更重要。弟兄姐妹，相信透过2000多年前发生的事情，我们看到起初教会他们建立他们相爱的一个模样，是不是让我们很羡慕这样的一个团体？我想我不晓得你现在在建成教会的教会大家庭，还是在团契里面，有没有经历这样相爱？我想应该是有的啦。所以我们看到后来的福音书，甚至保罗所建立的教会吵吵闹闹，但是我们都知道，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一定不完全，因为我们人都带着罪性来到这个世上。我们人也是这样的软弱，我们常常把我们好像高墙围起来，不让人家进来，我们也不想出去。也是因为这样子，更彰显什么？我们人需要耶稣啊，我们人更需要这个福音。牧师要带大家思考一个事实，就是在你来教会这么长的旅程当中，有没有你认识的一些人，他们已经离开教会？然后为什么你现在还会留在教会？或者是新加入建成教会的弟兄姐妹，是什么原因让你想加入？或是又有什么原因让你现在还是留着，没有离开呢？牧师来讲一件小小的见证哈。大家都有看到那个子瑜在结婚礼拜的时候有弄了一个 PPT 不是，他有一段影片。他有说他在很小的时候，我们家境不是很好，但是他说爸爸都不会把情绪带回家，那一段苦的日子，帮助了他很大，更深的经历上帝的恩典。
那个时间其实就是在西元2000年金融海啸的时候，牧师的公司倒了。上帝的怜悯在过几年之后，1-2年带我到教会。上帝透过教会的弟兄姐妹，对我们没有私心的爱。牧师要强调哦，没有私心的爱。因为我可以感受到他没有私心的爱，因为我那时候在社会上打拼了30出头年，我感觉到，在工作上面，主管会对你好，是因为你业绩做得好啊。你业绩做得好，你这个业绩做不好，我其实就会定你了。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啊！可是我带他到教会，可以感受到那个无私的爱，分享。这个分享不只是灵命上的分享，在实际上面也帮助我们很多。高牧师讲，团契就是相交，团契相交是你当你去挖一个人挖出来东西的时候，他要跟你分享的时候，你没办法跑掉。我们如果打招呼会不会很简单？牧师跟大家，如果我只是当这样的一个牧师，很简单，伯彦平安，啊，家平安啊，平安，然后我就走了，容不容易？很容易啊。当我坐下来跟伯彦谈事情的时候，伯彦，听说你最近好像状况很多。然后他就开始分享的时候，你就要开始一起承担。所以团契其实没有这么容易哦。我们开始要来分担，我就开始要来担伯彦碰到的一些难题。我们那时候去那边这样教会，他们就是担我们很多的一个难题，也让我鼓励我们，让我们渐渐认识了耶稣，渐渐靠圣的力量。我们生命就慢慢会从黑暗走出光明。在场弟兄姐妹，可能在你的生命当中，目前刚好碰到这样的一个难题。你可能在工作上面不顺，在家庭上面遭遇到很多的难题，但是你一定要珍惜你现在这样的苦难。我们前2天，我志梅牧师跟那个子瑜，我们3个，我们就在分享这一段苦难的日子。这段的苦难日子其实对他帮助很大。我们不要轻轻带过，这个时候我们更要依靠上帝，我们要抓住上帝。于是我有办法在那个时候，我经历到什么？经历到圣经里面所写的，与苦难的人一起苦难，与欢喜的人一起欢喜，是多么开心！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经历过这样子，有经历的举手一下，跟苦难的人一起苦。啊，欢喜人一起欢喜，有没有？啊，牧师讲一下好了。大家都知道，义杰牧师在结婚那天签子瑜信那个里面，我脸上有没有笑？啊，大家都那么冷漠，有没有笑？没有笑。哦，我看了转播之后，子瑜好开心哦，好开心哦。然后我是这样的，我是哭笑不得哎，很痛苦哎。我的心肝宝贝一块肉要掉了，我怎么可能笑得出来呢？对不对？我怎么可能笑得出来？可是啊，我那天其实哭不出来是人是最痛苦的，你知道吗？情绪要发泄。过了几天，啊，郑梅姐买了一杯咖啡到牧师馆，我也神秘兮兮的，发生什么事情啊？然后就拿了手机跟我们讲，啊，若愚有了，若愚啊哈，宇翔的老婆已经怀孕了哈，已经怀孕了。你知道吗？我跟志梅牧师2个人当场哭，你知道吗？而且那种哭真的是好开心，那种真的是哭了。我们有录影，真的哭得好惨哦。我们真的哭比那天还惨，因为我们知道在梅长老期盼这个孩子哦，已经期盼很久，而且不敢给孩子压力。不看看，其实我们的团契就是这样子，我们跟着他一起经历苦难，跟着他一直真实的笑，因为只有你真实的关心，你那个喜悦才会不一样。牧师昨天看到那个崇文大学毕业的，张师大毕业，我看到他妈妈在旁边，爸爸在旁边，2个人在合照。我早上才看到了，我其实心里面好感动，因为我们都知道昭明其实已经好久时间身体都不太好。哦，那天要扛这个怎么样弄这个孩子？哦，我觉得很好喜悦哦，好喜悦。
就像在子怡的结婚的那天，我看到黄信，其实牧师快哭了，你知道吗？我想说，我不知道还有没有看到你。黄信徒步流浪了1年呢，好厉害啊！哦，他成长好多。我看你礼拜四在社青跟大家分享，其实牧师好感动哦，好感动，好感动。所以，因为我们都有陪伴来这边7、8年，都有陪伴黄信，然后子怡姐姐也陪伴你，对不对？哦，他们有时那个还小，高中的时候，还国中的时候，对不对？哦，这个小屁孩乱，真的是，所以陪伴很不容易啊，陪伴很不容易哈。如果那个时候那个教会，我们那个母会，他们是存在的成功神学，或者是交换神学，把你进入教会受洗当作是业绩的话，逼我跟志梅牧师受洗了，我们早就离开了。我们到那个教会，我们就是感受他们的爱。1年当中，他们不会跟我说你要不要来受洗。如果有人这样跟你讲，你要跟牧师讲，牧师会跟他那个哈。所以几个还没有受洗，不用那个不用那个压力很大。你们说，牧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吗？有。我们社区长辈有从其他教会过来的，其实这附近很多教会都在做社区关怀据点。牧师，你怎么会跑来啊？一次还跑好几个。我们在某某大教会附近的教会，对啊，那边不是很好吗？应该资源很多。他不是，他们常常一直逼我要不要受洗，然后那个长辈就跑了，就跑到我们这边来。他说：“你们这边真好，你们这边都不会逼我们受洗。”我跟那个金会长老，我们只有一个观念，我们做这个社区，我们爱的够不够？我觉得他们没办法感受到基督的爱，或者受洗，其实是有很多的原因，而且受洗也不是我们人为的力量。就像今天全琪，她本来是在40灵粮堂，然后因为结婚了嘛，跟着老公一起过来，她想要把那个会籍迁过来，那个是她自己感动，牧师我要迁过来。赵炳伟说那个是一个那个是圣灵的力量然后他怎么讲也没办法将他迁过来，他动撼不了他太太的，所以那个是完全都是，你看他也赞成，你看，凯阳也学着说好如果是那个我们这样就被吓跑了，我们就没办法继续在那个当时教会的团契里面接受信仰跟属灵上面的操练。牧师有分享过，我去那边大概受洗之后2、3年，他们就成立了一个社青的团契，换我日夜来陪伴这些青年成家，也陪了好几对，他们问题也不小，常常一通电话来，那时候子怡子群都还小，我们就有一个人就跑出去陪他们，去跟他们谈，也在陪伴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深深领悟到属灵团契的神迹，其实就在当中发生。我们最后来看这段经文47节，赞美上帝得全体百姓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牧师一直抓了这处应许。当我们成为一个彼此相爱的一个教会的时候，上帝会自己找人来。其实我有很多的想法。我刚到民权教会的时候，刚到母会的时候，我用很多我在生意上面的行销的方式，我想吸引更多人来到教会。的确，好像刚开始有产生一点作用，但是当我慢慢了解上帝、圣灵的大能之后，我觉得那个没有用。可是我们看到，其实现在很多的教会是用那种方式。我相信，当我们成为彼此相爱的教会，上帝会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我们在母会的时候，牧师讲那个见证，我们在母会的时候，我刚去的时候70几个人。那我们那天帮子怡证婚的那个牧师也是刚到那个教会，因为我领受的爱，所以我跟志梅牧师，我们就把这个爱化作行动，也去关心很多人，不止年轻人，还有长辈。然后志梅牧师正是那时候子爱怀孕的时候，还大个肚子都去跑东跑西，照团契服侍什么，照跑。那我们之前他也带了子怡子群他们去参加很多的团契聚会等等服侍。那整个教会感觉就是动起来。
不到几年的时间哦，牧师说怎么这个是谁又跑来？一直有人跑来，你知道，跑来，跑到最后，在牧师要去读神学院之前，那时候我们为什么要开拓教会？因为整个教会坐不下，有将近130、140，我们在楼上12楼，130、140哦，你看几乎多了快1倍。我们本来那个教会也是这种传统的椅子，那我们就要把它全部撤掉，改折叠椅。长辈抗议，长辈说没有这种折叠椅，不像教会。我说啊，不像教会，好，那我们就后来就把前面几排留着，后面全部就变成折叠椅，哦，就变成折叠椅啊。所以我们那时候讲啊，真的人越来越多，我们要去开拓哦，开拓。牧师要说的是，当我们在教会，我们真的是一个彼此相爱，在团契里面彼此相爱，上帝就将得救人加给我们。其实社青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弟兄姐妹。我们当然可以说，那个佩玉也很有传福音、带同事来到教会的那个能力，对不对？啊，同事在这边，你有介绍过你吗？仲伦，来，我们欢迎那个我们的朋友仲伦来，仲伦来站起来，后面没看过你，仲伦。演过耶稣，但是都没有介绍，他有耶稣，可是他之前都没有来礼拜嘛，哈，都没有礼拜。然后我们教会以基督为中心，人人在教会领受真理的教导，悔改认罪，让上帝的爱进入我们心里面，我们就会做圣灵充满。圣灵充满的人，他怎么样？他会打开他属灵的眼睛，他的生命一定会改变的。他不会再始终如一，没有一个人不用改变，没有一个人不用改变。牧师在讲，没有一个人不用改变。当他真正的改变，他去服侍了，他就会像47节，他会常常赞美上帝。牧师讲，这为什么我们在生活上旁碰到很多的起起落落，但是我们现在依然会在教会，在信仰的这条路上，因为我们都深信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团体。教会是一个有爱的一个团体，而且教会更是在我们患难当中，我们只能帮助我们这个团体。这个世界其实很残忍，世界很残忍，不会帮助我们。只有教会会患难中的帮助我们。所以牧师相信圣经里面所说的应许，当我们过着属灵团契的生活，我们彼此相爱，我们的身上就会显出耶稣基督馨香的味道出来，你知道吗？当我们这样的时候，就像佩仪，他就显出那个味道，就吸引他。当有人碰到问题，他就会给带到我们团契里面。感谢主，愿上帝透过今天的这段话激励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的爱，谢谢你为我们世人钉在十字架流宝血，也因着宝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你的复活的大能帮助我们，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可以有一个重新再开始的一个机会。你升天之后，主，你说你要差派保惠师，就是圣灵到我们当中来帮助我们。主，我们是的，也因着你圣灵的大能护庇我们，也让我们可以有教会的生活。因着教会的生活，我们在里面彼此学习，彼此操练，让我们能够更有基督的样式，好叫我们也可以从得帮助的人变成可以去帮助人的那个人。主，我们谢谢你。现在我们也因着主的教导，我们要来一起守主的爱餐。主，你说这是我的身体，你为我舍的。这个葡萄汁也是上帝的血，你为我们舍的。每逢我们吃这个饼、喝这个杯的时候，我们都要纪念你。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一起来领主的圣餐。等一下，还没，先坐一下。
弟兄姐妹，我们都是领受上帝的爱来到这个大家庭。我们也常常在这个世上很多的外在的事情，有时让我们的心不是那么专一在主的里面。我们也知道这个世上的诱惑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大，常常将我们吸引掉。感谢上帝，感谢耶稣，也让我们常常透过爱餐来思考主救赎我们的大能。这是饼，象征着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这是耶稣的身体，为我们每一个人愿意相信他的人所舍的。这是葡萄汁，也是新约，也是耶稣基督的血为我们流的，以至于让我们可以有一个重新的盼望跟开始。等一下，我们依序从这边来领受，来服侍的长老。基督的身体，为你基督的身体为你舍。所以这是基督的身体为你舍。慈爱这是基督的身体，这是基督的身体为你舍的。我们这是基督的身体为你舍的。伊利这是基督的身体为你舍的。利安这是基督的身体为你舍的。一起起立来唱回应诗。我渴慕真理真理。你话语将我心连紧，曾看到你家荒凉光景，心中充满回忆，却听见你声音，十架上为我舍命。为了爱破碎你自己，以致你教会皱纹残疾，全然圣洁归你，测不透的奥秘，基督里合一，我们向前进，在你
是生命，在天或在地，都从你的名，各方各族归于你，世世代代都同心站立，在爱中同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圣灵保惠师到我们的当中，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成为我们在失去方向的时候，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来为我们祷告，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谢谢主，也在我们过着顺心的时候，当我们有时会迷失自己的时候，你也用圣灵来提醒我们。主，我们谢谢你，也谢谢你透过圣灵来安慰我们在苦难当中的弟兄姐妹。我们虽然有苦难，但是我们靠着圣灵的力量，靠着这个你所赏赐的教会以及这个团契，弟兄姐妹相互的扶持，我们度过了难关，我们得到那个永生的盼望。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你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一起来唱会后诗。我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哦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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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堂礼拜到这边结束，大家可以互相交流。好，我们一起来感谢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赏赐我们在音乐上面的恩赐，